東區核心地段，而家1萬出頭就可以買到全新嘅現樓啦。對面呢就係曼谷廣場嘅。咁我哋對面呢個樓梯小區係20年嘅樓齡啊，今時今日都仲要賣8000，而家呢個位置1萬蚊出頭就可以啦，加500蚊仲送你全新嘅裝修。我個人呢就最中意呢棟水景啦，層層疊疊嘅設計啊，每日返工收工返嚟見到呢個水景呢，都係洗去一身嘅斑味。中山嘅4代住宅咧，基本上都賣得差唔多啦。而家東區有一個堪比4代住宅嘅準現房啊，新規標準嘅準現樓啊，樓高去到3.15米咁高嘅。而家睇緊呢間123方咧，做到實率去到120以上嘅。122方啊，大概去到我哋建築面積150方嘅單位啦。123方嘅橫廳設計啊，做到南北對流，戶型咧可以做到4個房間嘅。東區核心地段啦，嗱500米咧去到利和廣場嘅，500米仲可以去到我哋港澳直通巴士。而且呢個位置咧，仲係讀我哋嘅朗晴小書包嘅。4代住宅有嘅，我哋全部都有。獨門獨戶嘅設計，8個方嘅入戶花園俾你自己使用。入門位置咧，1、2、3 3個房間嘅，北面嘅陽台啊，全部景觀都非常好嘅，望住我哋利和嘅方向。123方咧，新規標準係可以做到8米長嘅陽台，唔好睇呢度唔係好長啊，有3米仲包咗入我哋嘅主人房入邊嘅。本來我哋主人房咧都夠晒大噶啦，足足有30個方啊！但係而家將陽台包咗入嚟之後咧，多咗5個方，成個主人房接近40方嘅面積啊！今年買樓咧就今年住嘅，2026年嘅年底啊就可以收樓噶啦。不論你係新婚夫婦啊，定係一家3口，又或者係我哋港澳同胞想喺呢邊揾個地方養老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咧都非常合適嘅。畢竟喺我哋東區核心位置附近，配套相當成熟嘅。6月份揾老中咧，仲有另外個大驚喜嘅，有興趣嘅粉絲即刻講啊！